梗係爽啦！Dyson 出品成為3000幾蚊，不過咁貴，除咗個窿，仲有啲咩特別呢？換生活，樂科技 Unwired HK。見到日文就知道係水貨啦。原裝風筒有3個風嘴㗎，左邊校風速，右邊校熱度，仲有個冷風掣，識得每秒監控氣溫20次，確保唔會過熱傷到你把秀髮。即係一閂咗呢個風筒之後講嘢，又覺得靜咗好多。就咁聽落去，Dyson 風筒就靜過普通風筒，不過原來個摩打每秒轉成11萬次㗎。風嘴接駁方面係用磁力㗎。做咗30年髮型師嘅佢都話正啊！咁呢個3個風嘴咧，髮型屋都會用嘅。咁我睇到好想同大家講點樣可以test 到一個風筒佢裏面係咪有負離子啦？你吹佢5分鐘到，如果係乾咁樣計喎，咁樣吹喎。佢吹完之後咧，跟住咧你塞咗個風筒啦，你只要揾個手一拗咧，佢就會貼服晒㗎，好貼服嘅，同埋會 shining 有光澤嘅。咁呢個風筒就等於有負離子。試咗一輪啦，用家又點睇啊？佢呢個設計咧係有一個好處，就係咧唔會令啲頭髮咧喺吹頭嘅時候咧攝入佢個風筒度啊。我覺得佢啲風咧係好集中啦，咁我係覺得快乾過以前即係傳統嘅風筒咯。不過咧呢個風筒香港暫時未有得買，想知我哋點入手？klick入伊利斯篇文睇下啦。